Yo，我係石玉秀。今日我同齋姑上海之旅去到南京東路揾當地人心水蟹粉小籠包店潺三尺。呢間店來頭唔嘢少，始創人誠師上海小籠包名門，其後自立門戶，做到今時今日個規模，經常座無虛席，本地街坊同遊客都愛嚟幫襯。我哋再睇下恒基名人店嘅環境，唔似傳統老店咁狹窄，簡約明亮又帶少少老上海雅致感，座位闊落唔局促，仲有暖心茶水。首先送過嚟嘅就係手刷蟹粉拌麵，一碗滿滿手刷蟹肉加蟹黃，全部係鮮活蟹現刷，師傅精心炒過之後，蟹香濃郁，成碗倒落碗面度撈勻嚟食，撈下覺得蟹粉醬汁好似唔係好足夠，如果份量再多1/3就滿足啦。而麵條煙韌彈牙，每條麵都掛滿蟹粉醬汁，食落淡淡蟹香味，價錢129人民幣，我覺得微貴咗一啲。一場嚟到上海，點都要試試。跟住呢一碟係四喜烤麩，嚟到上海梗係要試下上海經典特色小菜。呢碟材料有烤麩、雲耳、冬菇同埋金針菇，醬汁入味，鹹中帶甜，味道香濃醇厚，正係上海菜嘅風味，份量亦都足夠對得住個價錢。跟住呢一籠係蟹粉小籠包必點嘅，真材實料活蟹擦粉，皮薄汁多，蟹香濃郁，仲有破一賠二，破三全籠不收費。店鋪對自己出品有信心，先夠膽咁樣保障。講翻個小籠包，個咬開都多汁到爆，好食還好食，小心辣親個嘴。跟住呢煲菜品係擔檔粉絲湯，送上台嘅時候熱辣辣香噴噴，湯底好清甜。除咗菜同粉絲外，還有呢個腐皮包住豬肉餡料嘅腐皮卷。呢一煲清清地食落都唔錯。睇嚟講，潺三尺係一間性價比同出品都係中上嘅餐廳，無論遊客或者本地人都喜歡嘅上海味道，值得過嚟一試。以下就係餐廳嘅餐牌俾大家參考。下集我同齋姑喺上海揾到一間 CP 值超高嘅酒吧，去睇上海嘅夜景，密切期待。